2005年啊，今日係9月29啊，30啊。咁啊，終於見到6年前嘅大笨鐘拆晒啦，嗰啲假嗰啲嘢，重現翻呢個大笨鐘嘅真身。咁啊，必須要嚟啦，有時嚟講幾多次都要嚟喺呢度啊，感受下呢度嘅黃昏嘅氣氛啦。好啊，又5、6年前離開咗呢度之後，就冇再翻過嚟。今次適逢其會啊，再翻嚟我屋企大宅，咁好多人嚟睇啊，唔知有冇好睇咁上下。咁啊，就留一陣，同兩個團友影兩張相，今日走啦。相信今日都係有啲馬騎景啊咁嗰啲啦。咁啊，畫面就留住我 YouTube 啦，因為之前拍過晒啦。咁啊，冇人有嘥時間啦呢次啊。咁啊，嚟一嚟呢樣事，我係咁。咁又嚟到呢個大站啦 ，Victoria 啊。咁啊，去英國唔同地方啊，就嚟呢度啊，搭火車啊。嗰次好似去。係咪去蘇格蘭嗰邊都係喺度搭火車？唔記得咗啦。好，跟住啲團友啊，搭火車嚟到呢個新嘅景點。我嚟英國第一次嚟啊呢度。咁啊，有咩特色咧？就係有一個發電站改裝成一個商場。咁我覺得啲樓設計好，有啲似宮崎駿電影嗰啲咁嘅風格喎。嚇，好靚，好得意喎。咁究竟係宮崎駿邊個電影？有類似咁嘅建築物咧，留言話俾我知。好，你哋呢個又唔記得咗咩名啦個站啊，唔緊要啦嚇。咁啊，呢個就係舊嘅發電廠啊，改裝成嘅一個新嘅一個商場，幾有趣啊！咁啊，我見到都係大牌子，啲貴嘢，有錢人嘅嘢，卡地亞嗰啲。都係啲 luxury 啦，係嘛？我話揾唔到麥當勞，又揾唔到茶餐廳，唔係咁啱我嚟喺度啊！咁啊，叫啲裝修啊，各樣幾有特色，幾靚啦嚇！我嚟到英國冇理由唔好啊嚇！咁啊，嚟到呢個英國嘅一個近柯芬納附近嘅一個孖田老街啊，孖田老街。咁啊，揀啲嘢食啊，揾啲嘢嚇。而家見到啱嘅入去圖下，咁啊今晚狂歡冇辦法啦！呢個站係李斯特城啊 Square， 李斯特城 Square， 哇好多餐廳啊 ，shopping 啊，點解留意？好，唔同大家講咁多，行，Go！